靈修2025年5月21日，這律法書不可離開你的口，總要晝夜思想，好使你謹守遵行這書上所寫的一切話。如此，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順利。約書亞記1章8節。英國維多利亞女王曾說，國家強盛的秘訣就在聖經。她本人熱愛聖經，也推動全民讀經。當時英國在道德與經濟上都非常興旺，這是一個真實的歷史見證。當人或國家尊重並實踐神的話語，生命就會有方向，社會也更有盼望。相反，遠離神的原則，則常導致混亂與衰敗。在現今充滿誘惑和困難的時代，要過有智慧的生活，首先要認識和敬畏神。聖經教導我們，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。箴言9章10節，真正的智慧，不只是頭腦的知識，而是願意遵行神的話，活出正直、愛人和自律的生命。愛慕神的話語是智慧生活的基礎，像詩篇119篇所說，詩人時常思想神的律法，並從中得到喜樂和力量。每天讀聖經、禱告、思想神的話，能幫助我們作出正確的選擇，不隨從世界的潮流。生活有智慧，也包括遠離罪惡和誘惑，不沉迷金錢、情慾等短暫享樂，而是學習節制和愛人。智慧的人懂得為他人着想，不單為自己活，更願意成為別人的祝福。願我們每日追求屬神的智慧，活出有見證、有影響力的人生，照亮這個世界。我們來禱告。親愛的天父，感謝你賜下寶貴的話語，使我們在這混亂的世代中有真理的引導。主啊，我承認自己常常追求世界的聲音，忽略了你的智慧。求你幫助我愛慕你的真道，如詩篇作者所說，我何等愛慕你的律法，晝夜不住地思想。主啊，讓我不只是聽道，更是行道的人。求你賜我力量，活出信服你的生命，好讓我的言行能成為見證，使身邊的人也看見你的榮美與智慧。願我像基督一樣，願意背起十字架，活出影響力，為你而活。主啊，復興你的教會，讓我們的家庭、社區，甚至國家都因認識你的話語而改變。願你的智慧掌管我的人生，使我在這世代中成為明光照耀的人。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，阿門。